原生态音乐呢，它就是贴近大自然，模仿大自然，体知大自然，我是小哈乐队的把图，我来自新疆博尔塔拉。小哈呢，其实就是怀古的意思。那怀古呢，它是起到了一个连接的作用，就像我们交朋友，人与人之间连接是用什么？用感情，对不对？它的寓意就是连接、团结的意思。像我们乐队呢，要团结，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。小哈乐队成立于2020年，我们这个乐队主要呢以蒙古族的原生态唱法，像呼麦、长调，然后用马头琴、托布炫儿、腾格尔鼓、普瓦三弦等等原生乐器，改编我们这种蒙古族的民歌这种音乐形式去展现。乐队的成员有我们的马头琴手、弹拨乐手尼尔金，我们的主唱托布炫手白尼根，我们的鼓手、打击乐手大宝，我们的女主唱金花，我主要是普瓦三弦。建立这个乐队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能玩到一块儿。首先你必须喜欢这个音乐，其次呢，每个人在专业方面都很专业，排练还是演出，我们都是特别开心的。我们今天晚上得稍微晚一点，让我们孙过来把灯给调掉。OK， хорошо。All right. Come on, baby。我们乐队排练呢，一开始是在歌舞团，因为当时我还在歌舞团上班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在歌舞团，因为其他的几个成员不是歌舞团的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感觉需要一个场地，我们一拍即合，要不然我们自己搞个酒吧，开个酒吧。我们一方面能在这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所，又能把我们好听的歌曲又能给喜欢的人去听，也是一箭双雕嘛。然后我们就开了这个酒吧。我做乐队呢，也没想着说是能走多远或者能到哪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去更大的舞台，给更多的人去展现我们故乡的一些民歌，让我们故乡的人提到我们的名字时候，他是自豪的。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挖掘、保护、传承这种原生态的一个音乐形式。